大家好啊！嗱，如果有睇開我哋呢條頻道嘅人都應該知道噶啦，我哋呢條頻道咧偶然就會開箱一啲嘅電視盒子啊，又或者咧係睇到唔同影視嘅一啲平板啊等等嘅。嗱，今次咧又有商戶咧寄咗一個影視嘅盒子俾我。咁其實直白啲講咧，佢主要就有電視直播嘅功能啦，同埋咧係可以睇到唔同類型嘅，譬如話綜藝節目啊，或者啲電視劇等等嘅一啲嘅影視嘅功能噶。嗱，寄俾我做實測嘅商戶咧就強調啊，呢一個盒子除咗係可以喺電視嗰度直接睇到之外咧，你亦都可以將佢呢一個嘅功能咧轉移去到手機、平板，甚至乎電腦啊等等都可以用到嘅。即係買一個盒子翻嚟咧，你唔一定淨係只係電視度睇啊。其他嘅設施都一樣可以睇到咁話，咁同時咧亦都強調啦，佢個穩定性係非常之高嘅。嗱，之前咧其實我都試咗唔同價位嘅啲盒子嘅，100零蚊嘅有試過啦，去到接近1000蚊左右嘅我都有試過。嗱，有啲咧平得嚟咧就真係比較差嘅，我亦都話咧好唔穩定，要等好耐咧先轉到台。我亦都建議大家咧可能唔好考慮咧買呢一啲咁慢嘅盒子啦。咁亦都有試過一啲咧係非常之高速嘅，睇乜嘢咧都係順暢嘅。嗱，實測出嚟嘅情況咧，我都會如實話俾大家知嘅，未必一定每一個盒子咧係100%完美噶，揀翻自己想要嘅嘢咧去購買就得噶啦。假如睇完實測覺得呢個產品唔啱你用嘅，咁啊完全冇考慮咯。咁當然我知道好多人在意嘅就會考慮埋啲體育台啊等等，睇得多唔多嘢嘅，唔淨止足球噶，我知道好多人咧唔同嘅體育賽事佢哋都好有興趣嘅。咁今次咧我都盡量轉多幾個體育台俾大家了解一下。咁如果大家本身對電視盒子都係有啲意思嘅，可以睇下嗰個實測幫唔幫到你啦。嗱，呢度講一聲先，為咗咧順利地俾 YouTube 可以播出我呢條影片咧，所以部分嘅畫面咧我係會盡量打啲博格上去嘅，咁啊保障翻呢條影片咧可以一直播放俾大家睇到相關嘅資訊。咁我可以為大家知睇到個畫面咧都係清晰嘅，大家唔使擔心會無啦啦起咗格啊。好，大家好啊！嗱，今日咧我哋又進行一個開箱啦。咁今次呢一個嘅產品咧就係商戶寄俾我去做一個實測嘅。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電視盒子啊。而家我先展開佢先。咁呢個華美咧，我聽商戶講，其實喺香港都有好多間鋪喺度賣緊嘅喎，係啦，即係話如果你想買咧，就唔一定淨係聯絡，可能佢會寄嚟啊之類。咁當然啦，你係海外嘅朋友仔啊，咁你可以叫佢寄過去嘅。先清咗呢堆嘢先。好啦，咁啊呢一個華美，我哋先嚟睇睇個包裝啦。咁呢度寫住 YouTube、Google Pay 啦。咁呢個應該係 YouTube 嚟嘅，然後就 CPU 64bit，OK Google。WiFi 6 Android 14嘅，係啦，咁可以用語音操控啦，藍牙5.2嘅，咁呢個華美啦，打開佢睇睇下，咁就見到一個好細嘅盒子啦。咁其實而家啲盒子應該都除咗佢嗰個外觀有少少唔同啦，應該啲插嘅掣都係接近嘅。咁佢有一個插卡位啦，2個 USB 位啦，傳統大嗰啲頭啦嚇，有 LAN 線啦、AV 線啦、HDMI 啦，同埋一個插電嘅係啦 DC 線。AV 線應該都好少人用啩，我估，因為有啲盒子其實冇配 AV 線嘅。而家係睇外觀啫，一陣正式開佢喺電視度試一試啦。咁我哋睇埋仲有啲咩配件啦。咁啊都同我預期一樣啦嚇，好簡單，有一個遙控啦。咁遙控咧就有語音輸入嘅，係啦，其餘就冇乜特別啦。咁啊 Google Pay、YouTube， 咁有一個3腳頭嘅火牛啦 ，HDMI 線啦。嗱，我都話佢冇 AV 線㗎啦，多數都冇嘅而家啲盒子。最後有一個用戶手冊。咁啊，其實都冇咩需要用手冊嘅，佢純粹可能話俾你知個遙控邊啲掣係做啲咩嘅啫。係啦，咁啊 ，Let's go， 我哋去電視嗰度睇睇啦。好啦，咁啊插咗入去咧，由於我呢部 Samsung 嘅電視咧，佢會自動搜尋嗰啲插入去嘅 HDMI，咁所以咧就出咗呢個畫面。咁佢呢度教咧就話要咁樣配對，係咪已經配對咗咧？我試下直接開先。好啦，頭先我撳住呢兩粒掣，左右一齊撳，要撳實一陣聲，佢先會咩嘅。咁佢呢度語言就咁香港啦，咁不過都俾大家睇睇有咩語言揀啦，翻返去有英文、馬拉語都有嘅，韓國、日本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係啦，咦咁得意嘅，佢主銷係東南亞喎，咁反而其他咩有啲咩法語嗰啲佢冇，我唔理啦，我揀香港啊，有線網絡，OK，設置翻先。OK， 我直接去所有應用嗰度睇睇先，好簡單嘅啫喎，成部機接近一部乜都冇嘅機嗱，咁啊Pay 商店就應該要登入嗰個帳號啦嚇，即係 Google 嘅帳號。先睇下 YouTube 先啦。
嗱，反正睇 YouTube 就流暢嘅，畫質 OK， 亦都冇乜問題。嗱，商戶就話接咗上電視之後，要跟佢哋個指示操作咧，先至可以揾到嗰個睇電視嘅 app 嘅。好啦，咁啊跟佢指示啊，咁啊按668有數字，跟住就下載。咁啊商戶話下載呢兩個 app 嘅，直播可以睇到電視。嗱，我個人就覺得咧，呢一個電視盒子，台灣嘅電視台咧個轉台速度係最快嘅，仲快過香港同埋大陸嗰啲電視台㗎。一撳入去就有台灣，好似永遠都係最快嘅感覺上，一陣間就睇到。咁啊，內地有 CCTV 啦、衛視啊等等啦，試一試啦。講緊退衰啊，深圳好多香港人嚟買嘢。哇，好清喎呢個遼寧衛視。OK， 試埋馬來西亞先。馬來西亞就慢啲啦，冇台灣咁快。台灣同大陸都非常之快。係啦，冇錯啦。唔知點解馬來西亞咧係稍微慢少少，又或者係馬來西亞某啲電視台會慢少少。但我轉去新加坡咧又冇問題嘅喎。好，馬來西亞呢度嘅 CNN、BBC 好清喎佢呢個，放張咁嘅相。好似好失意咁個總統。好啦，我哋再試其他。新加坡，新加坡係好快喎，旅遊嘅。台灣嘅華語台，印尼每日放送啊，仲有好多啊嗱，越南啊、英國啊、澳洲。咁我多數人中意睇體育啦嚇，緯來應該好順嘅。籃球賽事，呢個係台灣當地嘅籃球賽事。呢個之前有人問過喎，呢個網球。反正睇到啦，雖然而家冇賽事睇。咁其實體育賽事，我覺得又唔一定要足球嘅，就好多都好好睇。反正呢度好齊啦，體育賽事，棒球啊咩都有。呢個唔係體育賽事嚟嘅喎。Sport TV。網球啦，好清喎呢個網球。高爾夫球。大致上啊咁啦，直播呢度，跟住電影我就唔啦，綜藝啦，綜藝都好啲，攞啲綜藝嚟睇下啦。最強大腦呢個係大陸綜藝，捉集體嗰啲嘢嘅，全部啲好叻嘅學生就嚟參加比賽。咁就歌手2025，內地而家都好多綜藝睇。咁所以點解有人問話做咩要睇內地電視？我覺得其實好容易答啫，就係人哋選擇好多咯。其實由10年前嗰啲爸爸去哪兒開始咧，我個人都會選擇性地揀一啲內地嘅綜藝節目去睇嘅。咁所以點解你話有啲人中意睇內地嘅電視劇？因為佢啲綜藝節目都真係幾高質，咁同埋有啲係合家歡、全家老少咸宜咁樣。好啦，咁就測試大概到呢一度啦。反正咧，我通常都係攞啲綜藝嚟做實測嘅啫。咁至於你話你可能你想睇某套電影或者某套電視劇嘅，咁我呢邊咧就唔會幫你逐套去揾嘅啦。你可以咧直接聯絡翻影片下方個商戶啊，查詢翻咧可能呢個盒子嘅最新情況，因為咧佢一定係不停咁樣有更新一啲可能新嘅影片啊等等嘅。咁當然啦，我相信咧睇電視嘅部分其實先係最多人關心嘅，即係睇多幾個唔同嘅各地嘅電視台啊等等。好啦，嚟到最後嘅部分咧，都俾大家睇翻啊呢一個嘅盒子點樣轉移嗰個嘅影視功能咧去你嘅手機或者平板嗰度，即係等於咧係多咗一個嘅器材咧可以睇到呢個盒子裏邊嘅內容啦。咁另外咧，我知道好多海外嘅一啲華人咧，都對呢個盒子咧係比較有興趣嘅。咁若然咧想查詢翻呢個盒子喺邊度睇唔睇到啊等等啦，又或者想知道購買啊相關嘅詳情啊等等，都可以喺影片下方嗰度咧有翻商戶聯絡。如果你係身處喺香港嘅，你可以直接去佢嘅實體店嗰度購買噶啦。下邊咧係有放咗去其中嘅實體店嘅地址嘅。咁接下來就俾大家睇睇呢個盒子嘅轉移功能到底係點樣做到啦。